嗰日高铁台南站路南的柜台，13早起呢，有民众雄雄跳落去柜台，或者列车当场是过往。那这桩事故呢，也造成上北路南的车帮拢有慢分，一直到下晡要1点的时阵才来专线通车。事故原因警方阁需要调查。为了要防止类似的事件搁再发生，高铁也表示讲会设柜台门，按算2028年完成。各位旅客，因处理旅客事宜，各车次均有所延误。高铁用放送通知旅客讲车帮会慢分，13早起10点50，有民众报案讲高铁台南站路南的柜台车有人跳落去，去互进站的高铁弄掉。警消人员看到规伫柜台边四界顺来顺去，确认跳落去柜台查甫人已经当场过往。不过因为代志汹汹发生，放送车帮会慢分宣布讲原因，可袂少民众拢傻无踪。他是说旅客有事情。好，你大概知道什么事吗？不知道，因为我是来才买自由座啊，然后才知道那个列车前面那一台改方向嘛，啊，我就搭下一班这样啊，然后等到我要上来，他们已经把那边封锁线开始拉了，说全部都由那个北上月台上。发生事故的列车取消后续的载客，路南的柜台也封起来，等待检察官上验。高铁暂时调上北的柜台来维持载客，后续的车帮慢拢有慢分。高铁表示，只要车帮慢分超过半点钟，拢会当申请票价1成的退费补偿。针对事故的原因，警方表示，佫需要等待厘清。该列车停驶于南下轨道，收证后于12时20分列车放行。相关死亡原因，后续将调阅监视器影像及报请台南地方检察署相验厘清。高铁伫12点50时全线恢复通车，这嘛是高铁台南站启用以来头摆发生有人跳落去柜台事故。不离过高铁进程都捌发生过类似的意外，加在人拢敢若轻伤。为着要避免人甲物件落落去铁基路，高铁表示，台北站伫2016年已经有做柜台闸门，因已经编20亿5千万的经费，按算2008年进程，要伫全线11站的柜台拢正式闸门。记者李新武、柯家族、邱超勇台南采访报道。